嚟泰國嘅第2日，我總共係6日嘅，話俾大家聽先。咁咧唔知大家係去旅行係有 plan 嘅人咧，定係好即興嘅人啊？咁我就係一個計劃完，但係會轉 plan 嘅人啊。咁原本呢6日咧，我諗住會踩10堂單車嘅，但係咧到咗今日第2日咧，我已經戰勝唔到呢個懶惰啊，所以已經瞓到自然醒啦。所以將計就計 ，today is my rest day 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去咗行街同埋揼瓜。咁咧，我今日都買咗好多 Labubu 同埋 Crybaby。咁之後揼嗰陣時候咧，先發現自己呢幾個月教堂教得多係做啲咩咧？有咩影響咧？就係小腿同大腿都越嚟越粗壯，同埋又唔識拉筋啦，成日拉唔拉筋，懶啊，又係衰懶啊。咁咧，當揼嗰姐姐幫我揼嘅時候咧，已經開始痛啦，痛到喊咁滯。咁所以咧，一個 plan 就係要去做 ice bath，咁就可以 release 多啲肌肉。正所謂休息就更長嘅路。